我係改鳳，我係一個小說家，讀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跟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郭一鳳。今日暗上風法節目當中，我哋請到係一個詩人，葉莎老師。像今日老葉莎老師應該做得談一樣嘅，對一個職業職場裡邊女性變成一個女詩人。我想先請葉莎老師來老大家帶下祝福。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葉莎。今日真歡喜來到《暗上風法》呢個節目。葉莎老師其實剛剛你講，其實你係應該算退休嘅啦，哈。退休咧。退休以前其實你退將你本嘅公司就要做。我先當興趣部分是講，啲點，佢係一張樣嘅公司，一個公司有樣嘅。變到講我行到10年嘅一個路當不來一個轉折點，發生乜嘅事情？其實工作方面讓我嚇死，完全是毫不相干的。毫不相干。我工作的地方係一個做那個不要令鼓培林，是一個機械性的產品它是一個非常算是人家講的無數。所以我去現場的時間，可能全部係公園、機器、龍棍、生產線那樣，生產線、工業生產線那工作輕無閒，然後我做在上班的時間做20年。我覺得那個地方是了讓我很孤獨的地方，是講某一三人就可以跟你談文學。對，所以那一塊實在講起來，自己是非常寂寞的。不過你就是覺得，就是說。它是一個你謀取生活的一個手段，就是說你必須要認真把工作做好，必須把它挨到都退休了，你做得你比安全的退休金，你才能夠安安穩穩過下生年。所以就是按樣做20年。我來就講佢上半場嘅一張人生嘅一個概論當然我想佢讀工廠地方一定當細節嘅地方係。其實當然去一下講清楚嘅，我去乜3年，也係乜個演員，也乜個時間，帶着葉莎老師就離開工廠以後，就轉到寫詩呢條路當過來。其實我喺2014年這樣退休2013年嘅時間，新加坡一個李男子先生，其實網絡上看到我詩，就是讓那個詩呢，一直引到他的臉書去。因為個李男子老師佢係新加坡十分有名嘅台詩人，所以呢個新加坡人就去看講，因為了解按有名嘅詩人，今日推薦葉莎詩，所以大家是走了看下詩。讀好嗰樣詩，2013年新加坡又辦一個按到就他們的國際詩會，所以佢就請愛老小小老師去新加坡咁樣嘅，嗰係我提白，就小小老師佢咪唔生愛，因為那時候默默無聞。什麼資歷都沒有，沒得過獎，沒出過書，甚至你的詩刊沒清掃。那時候我剛好也加入一個野江花詩刊，就是剛進去就發生了這件事情就對於我來講是講，一個人生很大的轉捩點，然後也讓我很慌亂，因為小小老師出到100本書，我1本書都冇，所以我系統我是問那個野江花的社長徐勝基講。社長怎麼辦呢？用解釋好呢？我用解釋出去，就讓他講葉莎你唔好緊張，不要緊張小小老師沒請小小老師說讓他私訊，臉書上讓他私訊講葉莎，用啥唔係說台灣是做得見面做嘛冇去到新加坡上做見得到因為冇人識葉莎，我講冇人識葉莎，是因為按樣機緣，我是提白去到新加坡參加第一個那麼大的一個國際詩會，也因為按樣人台灣人是快是看到愛，然後乾坤詩刊就邀請我入社，所以我那時候是有2家詩社這樣子。其實我記得老師有講到其實你到新加坡的時間，你就講因為呢個行程，其實要出版一本詩集，係花木就兩本詩，兩本書，
其实日本书研究上做图，礼拜上礼拜去新加坡的时间，就叶老师专门为到带到去新加坡，所以然后佢出版出来一本诗曲，对。那先问一下讲，日本诗集对个人对也这样人来讲，有乜嘅特殊嘅意义冇？有诶。我想讲一下，所谓个诗集的名很多发梦哈。发梦。发梦其实发就是有一点开垦的意思哈。因为我觉得就说我台北在公司上班，你其实讲过，就是以一个职场的人来讲，他其实是没有梦想的。你可能会以为说，规生年是会做退嘞，然后过退是退休嘞，退休嘞，然后你们某想都讲，他把下半场的人生能用版过。实际上我是一直都在写诗，总在某年发现你，没有发现我，所以这个发梦有一半的意义哈。那我想跟老太太介绍一个，你要找是诗集封面的，是那个介绍，可以得到那亚洲一个风湖的那个第2名的那个余芳霞，鱼池咖啡的那个金矿咖啡的余芳霞，那时候让他设计俩发梦的时候，佢本来俩名诶，佢写到俩梦下不？名在讲，我说觉得很漂亮啊，说讲好，俩夜莎说不用到俩杯，天气有人问过，讲不用到俩杯贴好咧。我讲名啊，本人贴落贴去更好。讲咩夜莎咩容易咯？佢讲贴上去，烟叔叔到月球上面，你会红很快。可是人眼讲，想啊，因为有道理耶，还是讲好，该是分别安容易。结果两本书出了的时间，他就很畅销。大概是我那时候去新加坡前一个礼拜出版。一张礼拜书卖得600本，卖得非常的好哈。那也是因为我2005年开始写了10年了，写了10年以后收集的第一本诗集的。一张年的第一本书对佢嘅叫做心情来讲，是说其实係當太事件啦。所以其實做嘛家會問到講，老師講，你樣係去看一本書對你自家個人的意義。我就天天就想到讲，出了本书以后，自家一向有一种老以前吃团体的感觉，我有安样讲过吗？会，真嘅会。是团体嚟嘅。是团体。我觉得啦，老实讲，出一本书，其实改变了我的人生。也因为这一本书他就透过文字更了解你。那当然这一本书，因为第一本书我还自己自费出版，因为很急。如果你照一般的正常的出版的顺序，你没办法按夹他们出去，所以来说，你知道摄影以前帮摄影的那个印刷的老板叫我请他帮我印2本书出了以后，我开始我去反省，我还诗用来写，第一书的诗，因为有的按长，有的按短个排去了去难排本来第2本诗是看到第2本人间的时间，我是全部诗，我会固定到全部14行到20行底部读，全部一诗一图，是前后排去了前讲。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你养成一个习惯，是讲来写诗，莫下痛长，用版长话短说，越凝练越好。看一下老师人生的一个经验其实老师上半场啦、下半场，我感觉这只团体嚟嘅，这只都办开了。办开了。我就就好奇的问题就是讲，老师会想一下用史国的方式写以前读工厂的审判吗？我想都按多，我知道要怎么讲，就讲工厂那一块，它可能对于我的吸引力没安排。因为我一直说，1999年我是开始翕相，摄影的时候我是跟出去接触大自然，接触大自然，所以对于那种比较机械化的东西，我其实没感觉。没有感觉尤其我的工作新繁琐所以我开始接单，都排生产计划，都出货，全部我在处理所以你说实在是去磨汗就是说你会觉得你规上你被掏空，被掏空，你可能回到家你说轻体嘞，你只能早上的一段时间去读书店自己去读你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假日要去摄影，所以说滚你说永远过那当然我一直会在想，就是说你真的是要这样子吗？所以2013年这件事情，新加坡的事件发生以后，可是就很多国外的邀约就改变了，改变人生。然后你可是说抢岗，给你哪一国邀约你要过去？大陆邀约可能是7、8年，你那去100，调价书会冇欢喜，冇欢喜也是想讲，
应该也要去抉择哈，因为广州那种工作的部分哈，你可能没紧做嘛，你一定是你到一个年限，你这一天都退下了。可是诗这个地方，它会变成你下半场的所有的终身的志业，而且是你非常喜欢的，所以你是马上就转得很快乐，你知道吗？而且把过去的那一块就全部忘记，还是不用提，是唔记得提的。像海滩的时间哈，你来谈一下刚刚叶老师和叶色老师，也专门按热爱诗歌这件事情。伊在诗人下诗歌啊，知道今后的方式就会来读出来、念出来。而且海滩一开始嘅，你就先谈叶老师来念一段佢写的诗歌，海滩你来谈。而且老师等下你就用诗歌的方式。客家诗吼，真係會有一種當特別的感覺。嗱，你談嘅華文的一種念嘅腔，其實冇乜困擾，所以。有一些，那大家講其實談教學法，就像談法文一樣嘅。寫詩的部分，根本不純粹是一個情感的宣洩啦。透過詩，跟人家告訴你，我從這個風暴裡面，我用把行出來一個智慧的那一面。老阿妹喜歡幼童花，老阿妹喜歡幼童花，佢行到前慢，彎彎彎彎的細路誒，斜斜飛頭電機。有時節，佢坐到陰涼的樹下，看工人老用也要砍樹，點點背過，露水細個的樹葉當響，露水嘟嘟水響的野花當風。好把水落十股煙架按台上，三不一時打斷安的講法。天當的拍遠行過按世上，無人聽到佢叫菩薩。阿妹，你看面前白色穹隆的幼童花，風吹落一蕊，好把水帶走兩蕊、三蕊，還有千千萬萬蕊是樹當的榴蓮。阿妹點點看電花，又看到唔見飛頭的好把水。佢講花蕊冇錯開，艷煙是冇錯開。嘟嘟講聽，又看到幼童花跌下來。該用詩，我也歡迎，親像一片樹葉般，望到深秋是變色，溜溜飄飄的路光，依不認神。莫怪阿妹心肝，可比自由賤莫笑，莫笑。幼童花那5月風講馬介花，溫溫柔柔按世上，背細細阿妹彈，背細細愛彈。大家剛談到其實就係葉色老師佢寫一首客家的詩歌，其實當客家人念嘅客家詩吼，真係會有一種當特別的感覺。嗱，你談嘅華文的一種念嘅腔，其實冇乜困擾。所以有一些大家講，其實談教學法就像談法文一樣嘅，就像談法文一樣嘅。不過，佢老師寫咗一首安陽嘅一首現代歌，其實底部了其實。我自己感覺佢當到什麼年的一種心情、心境對了地方，不管對上對下，韓國佢只什麼年對你下現代佢只處境的問題啊，詩歌地方其實有流露出來兩個一個感覺。不過咧，做安尼天天會去討論到這個老師點樣去看現代詩這件事情，有點樣去看待現代客家詩這件事情。現代詩啦，現代客家詩吼，其實佢嘅寫法是冇乜個通用嘅吼。像我寫現代詩吼，我會注重因為現代詩的筆法其實進多，吼，你有一種看你用哪一個，你可以用情境先進去，你可以用風景先進去，你可以聽覺先出來，可以視覺先出來，可以聲音先出來哈。那我寫客家詩的時間，我會用一種，就是說我用客家語。
这边俺说客家去写记哈，俺说到客家人第一个俚语谚语真多，然后古时候人传下来的智慧真多，然后客家人有客家人的讲客家话的韵味，韵味，所以俺知道写个客家话的时间，俺知道客家人的生活习性，他的动作，他的神情，俺都下诗的时间，俺要让它铺陈下去。铺陈下去，所以讲，要是出来的时间，是真的一直客家人所个想法。我希望俺客家诗呈现的是这个部分，这样子。其實係呢神法嘅部分。係神法嘅部分。其實我知道，其實文學嘅不管用詩也好，散文也好，也係小說也好，也係戲劇也好啊。其實當到方式，其實佢本人感覺親有感通嘅地方，係你因為。給到神法強化，接不到強化時嘅，大家就對到呢件事情產生一種新的共鳴咯，新的共鳴。其實都係一種唔困樣一種方式。老師一開始你樣嘅寫一條詩嘅喏，你樣開始，當然啦有些難講哈，不過老師可能說幾難嘅，我按樣開始寫題隻詩係嘢，老師有樣嘅。我其實特別這樣寫個好去唔變。所以講開頭，我知道寫詩就開頭很難，剛開始的時候開頭很難，所以我大概是為了快點給我一個字。所以你就講你本來一隻詩，比如說現在打一個和，就開始和我就開始寫了。就是第一個是這樣，然後是你媽講你要按本亂哦。你說字典翻開了那隻詩哪個詩？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我做唔得按用一下。我也許我的組織能力結構，我都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所以有一陣子，我會從你的五官開始，把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嗅覺、視覺、味覺，甚至從皮膚的感覺開始去寫一首詩。也許我今天是從皮膚的感覺開始，有時候是從耳朵開始，是從一個聽覺、一個聲音開始去把它進入一首詩。我有一陣子會按用寫，按過兩下都兩下。最比較常寫的部分，我會用一隻情境。情境。情境就是說，你要隻場景用來場景。你要隻場景空間都從哪位？就是說變成組織能力有比較強了。組織能力可是會強。你開始會講，就是說我下兩首詩的時間，空間感在哪裡？空間我是怎麼安排的？蔓延出來發生。也許說我今天講一個風景。是一棵樹在發生，還是一顆石頭在發生，還是一個水流在發生，還是天空的一朵雲在發生？那當然寫詩第一個就是說不要類化，類化意思是講莫你按下，你要按下。我覺得任何一個藝術創作，包括文學、繪畫也一樣，其實要有它自己的獨特性。那我很注意這一點，就是說配你按用像說決定我要去共用。就是說我會要創造一個自己的風格，你是跟自己的心靈挖掘，我對這個世界的感覺，我心裡可能我心裡的陰暗面，我心裡的痛苦，我都會，然後用詩歌出來。那當然寫詩的部分，裡面不純粹是一個情感的宣洩啦，知道就是說情感的宣洩之外，其中有一些用班透過詩跟人家告訴你。我從這個風暴裡面，我用把它喊出來一個智慧的那一面。我知道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到最後我知道寫詩它是有一個使命的。所以我們能用把去傳達一個理念，傳達一個智慧。我知道就是我現在以後寫詩的方向。對。佢聽葉莎老師講嘅寫詩嘅方法，我知道其實特別有當到技術面嘅事情做得去。這個深入去討論，我想喺這時嘅我想因為今年有講到發夢，其實我喺同一時間上，其實都用那一本葉莎老師嘅書《人間》來講與老師嘅有乜關係？我想喺度人這樣來談一件事情。我想老師第二年做的用《人間》兩本書，因為剛剛講到一個點就講，一首詩可以讓你進去那個空間。感受到他的悲哀，那時候我就考慮到，就說我能不能寫到這個樣子？所以我後來寫詩會改變方向，就是說，除了技巧之外，你可能要去注意一個人類共同的情感這個部分。我們寫詩，它就是一個格局，很上下做的
贴近地底，有时候再挑高一点，再挑高一点，我可以用不同的视野去发展一首诗。三轮车夫自童年的歌谣走出，你戴上斗笠，披上未干枯的汗水，不停踩踏一条长街，直到发黄了。我们假装一阵风，坐上你拥有的三轮，你轻描生活，又淡写5斗米的沉重，只说一背负，腰就折了。我看见骨腰肌、骨直肌奋力牵动，而前面孤单的一轮，不同滚向茫然。楼窗上布满游客的眼睛，沿途搜索小镇古老的神情。有人开窗，看见阳光得寸进尺，活轮小镇的黑影吞下一个早晨。你係葉莎老師人間碟嘅，大家凊彩學背翻一下，翻到那一。好像其實剛剛老葉莎老師講到當到詩歌嘅寫法從一個意念開始寫，也從一個詞彙開始寫，也係用一啟發開始寫，也係想按學背翻到一個字典那一，按住來開始用一個詩來寫，像每種寫詩嘅方式。不過日本人間其實剛剛老師講到，因為唔想愛搭配底部嘅照片，好像來底部就有一些照片，那個照片本身也可能就會想愛用排版的方式，一張照片一頁，或者是按兩個方式來行那個排版的過程。就一件事情啊，當時我問就講，我影響到老師去寫詩那件事情嘛，因為有時嘅真嘅就寫唔到暗場，又丟到差唔多生物行，有時嘅其實寫生物行還冇辦法寫的，寫歷史行，因為可能又寫唔清楚。讀到按兩個問題的時候，你容易配合了排版的問題咯。其實排版是因為我出了發夢以後，有很大的覺悟啦。因為排有的按長，有的按短，排了清晰了。所以我人間都聽，我是想，聽一本書，我一定要排到清講所以我出來開始寫其實我吃了磨難，它第一個就是說，寫作的方向，寫作的方向，你有時候你寫一隻點，一個線，一個面。看你要往哪一個方向看，它可能點線面一直延伸，那你延伸都越發越長，你做得掌控，你知道嗎？所以我上下你看我下很少超過3段，有時候幾乎都是2段，上面一段，下面一段。可是我會老給是講，它會一個環環相扣，我會把它扣得很緊，所以講我們會東講一記，西講一記就是誰在發生，它是非常的明確的。今日迄個石頭出來講法，所以一天迄石頭出來講法。我是說寫實書一樣，是像行一條路用，行啊嘞，可能插過去一下，插到一個分路以後，你要趕快回來，我們跟插到後面迷路了。那讀者他在讀你的詩的時候，他可能覺得說，給寫到那位去的，他的主軸在哪裡？所以我寫詩我會很注意一個，就是說，其實我們得聽錯，就像一條樹一樣嘛，它不一定要長得高，我希望就是說它長得是很結實的，然後它是姿態非常優雅的，或是非常迷人的。我希望自己的詩可上都按用點寬，所以到最後，它幾乎我的詩都是灌木。對，有種群居式的一種植物的嗰種感覺。其實唐老師形容呢一點，其實當有意思嘅，因為用一種我的詩歌其實係灌木，灌木裡那樣，全部。太就上到差唔多個太咩差唔多太極對，就是按兩個感覺去描述，其實咩當有意思，因為我剛剛想到這麼問一個問題有時個我一直都感覺到其實詩歌係當詞語嘅，就詞語就講其實因為佢有一個當詞語嘅方式，張作的老詩歌運用嘅文字行到一個極限性。不過老師有一種當奇怪的方式，就講，因為我想要排版當講，所以我就用另一種方式來限制我詩歌的一種發展方向。其實咩冇講唔好，因為
咱这边讲的就汉字图，那就会给美学做图给到的。啊，所以按这样讲，安尼汉字图给到的是个给美学就出现的。所以我说，奇怪，刚唐老师讲那本书时，我就同他对方就开始跳出很多安样的问题，讲给安样会影响到冇？不过刚唐老师人介绍的时候，其实咩係一种方式，也想讲，想要用一种排版的方式，去解决那个问题，去解决诗歌长短的问题。不过那本书没文字天天呢，因为底下含有摄影，其实想讲，其实你有冇接着讲，一张相片其实做底部要做得讲一张像诗歌那样的一种镜子画面用影像诗那样。所以老师用来去看这个摄影老诗歌两件事情的连接呢。我知道我特别摄影还是讲特别讲我要丢掉摄影学会的蒙咒，我丢掉很久因为你特别摄影的时候，他可能会注意一个景深的问题，他可能会注意镜头的运用。那等到我爱写诗的时间呢，我还会注意诗中的元素。我要的诗的元素是什么？所以翕相的时间，可能讲焦点是在这座庙，可能我们今天只是拍一个庙园的一颗楼，那我觉得我不要的这个是这个部分，我要的可能是一个长廊，一个老阿婆走过去，我只要她的背影。我就讲一摆以兰屿，摄影的人其实我讲，我会翕那个用的兰屿很多海边很多样，结果我那个用的全部对到在海边去拍它很壮阔的那个场面，他要那个壮阔。我有一只落山羊，顾到该杀骨头看海，我要那个氛围。所以每一个人摄影的人跟诗人要的东西是不同样，是不同样。所以我后来写很多诗的时候，我会注意到。照片的时候，甚至拍照片，我会注意到一个照片的含义，照片诗的元素，照片的故事性，还有照片的它的延伸性有多广。就是你要拍照的时候，我会很顾虑这个，是想着去拍它，我要什么东西，我会请您这里找这些元素。对，跟老师这个平常是有他喜爱的诗人吗？喜爱的诗人，我其实。大概让你推荐是推荐林宜翠，那林宜翠，那当然因为台湾写诗世侠的火也庆斗林宜翠是因为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因为说我读到他的一篇《慰安妇》，慰安妇那时候我不是写都安样，因为我以前都在写风景嘛，可能会写景，以景去入情，或是以情入景。那我读到林宜翠她这一首《慰安妇》的时候。那林宜翠她这首《慰安妇》，她是以一个少女坐到船开始往南洋去开，然后从南洋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回到家乡以后，人家怎么唾弃她？那我读到她那首是庆虫那个托特嘎是丑多盖，那时候在新竹的那个护城河那边，偷偷给给。我那时候第一个思考的就是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力量要会按拍。第一个慰安妇不是我们有过的经验。南洋那个地方我们也没去过，甚至战乱我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为什么一首诗可以让你进去那个空间，感受到它的悲哀？那时候我就考虑到，就说我能不能写到这个样子？所以我后来写诗会改变方向，就是说，除了技巧之外，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个人类共同的情感这个部分，你的文字如何去触动人心？如何去勾起人类的感情？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列他诗人给用一首诗歌去一种感觉去改变你对诗歌的想法，对，好冇？听起来讲，因为规则写诗歌的价格风格有变化，因为一开始刚老师讲到，一开始其实写风景较多，对，因为列慰安妇的一条长诗，本老师转变了一系列下诗歌的一种想法。对，因为我知道那点其实，其实迄当中有一个点，因为一个写诗歌的人、写诗的人，其实因为一个事件改变的时间，大家可能还不会3年、5年，大家风格就全部都在这方向去。对。因为某些因为安样个，佢就写出一个当厉害的
一本当好的诗歌，没有可能当。其实有些改编的当写一点啊，那个改变点当写对诗人来讲，因为叫做去淬炼文字的一只练术练字诗啊，就叫做老给诗音提炼，提炼到后尾其实就会15行、20行、30行，所以按样就一只动态融入，慢慢写出来就一只按那个提炼的过程。所以那只练诗的过程，老师有读到嘛个困难吗？写到了哈？其实还好哦，我都体面。我其实我写诗哦，我很少用清南的诗。我用的字大概小学4年级你认识的字，大概俺是如同为神哦。中马安永想啊，是吃了说诗为什么这么寂寞？是因为他噶痛神，读不懂。为什么这么晦涩？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这么乏味？所以都题目我会吃了说诗，我会尽量让它生活化，就是他卡都有这个经验，然后我会用最浅的文字把大家带进来，所以你会常常看到我都写我生活周遭的事情。那像7月，我也是写了30首诗，就是整个7月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故事，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情节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7月对于我来讲有点蒙公来讲，你有没有下7月规章都下农民了哈？对不对？那是因为我刚好去年我妈去世嘛，那今年我先生去世，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月份。为什么？因为平常你阴阳两隔，你知道吗？都亲热的时间给门打开了，你会觉得你们很靠近，你跟亲人是很靠近的，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说，幽灵是一个虚的部分，我们是实的部分。那虚实在对话的时候，可以加入你的想象，可以加入你的梦，可以加入你的愿望。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发挥的那个题材啦。那当然我想啊，我们讲，7月1号，下到7月30号，鬼煞鬼月都在写鬼。我不是这样子写啊，我写可能是，7月1号到7月10号，我写的是一个有我的，以我为出发点，可能就是我自己给他感情，我会带下抖。那第2个，我可能会写到无我，我可能会化成万物去写这个。第3个后面的时间，我可能就是超我。跳得更高，你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写诗它就是一个格局，上下做的贴近地底，有时候再跳高一点，再跳高一点，可以用不同的视野去发展一首诗。对。高老师其实谈到佢对一只特别的一只月份以思考诗歌来看事情，好像其实唐也当迷幻对我来讲其实有些迷幻。好像下一段的时间你们来谈一下，因为老师还有那个一只兴趣，就是绘画。好像下一段来谈，叶莎老师来谈下，然后一种颜料的迷幻，就和老绘画有关的一部分。老师，你下一段就从绘画开始来谈，然后谈上来。老师刚刚有更多的。那绘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那我经常说讲，你有冇绘画基础，那发该写诗一下是不你找到。缺点很多缺陷很多比如说你是发抽象画，快快乐乐的想画什么就画，带着想法画。我说老师，我没有想法，我脑筋一片空白。所以我讲啊，治疗法都洪水治疗法。洪水？你做太水的意思？你是借着诗歌整个月都在发，所以就跟那洪水减肥法一样嘛上一堂其实你叶莎老师谈到当中，其实佢对写诗歌一件事情的某想法。老師無單單係寫詩歌嘅呢，其實佢咩當場嘅一件時間做嘅翕相、攝影。那但我以為想到講，其實對寫詩人嘅人講，寫詩歌嘅人來講，其實佢有當多嘅發想，就是詩係點樣形成的一件事情。所以詩人一直都有特別的想法。特別講，其實喺呢個寫詩嘅人有畫圖嘅時間。所以我想圖講順當其實就有葉莎老師給自家畫嘅一隻按你咁樣形容可能做像葉莎老師來講一下，對你來講，按兩個顏色、按兩個顏料，給呈現出來的東西，老年詩歌有乜關係？就兩隻圖。要是像年輕的女夢來講，你是先有攝影作品，
先有照片还是先有诗，还是先有诗还有照片？我大伯老也讲啊，翕相的时节诗已经完成了。那同样在绘画的时候，我们用用用，所以讲你可能事先并不想那下马该，哈，可能你在一直画的过程之中，诗会一直出来，你嘛诗会跟出来哈。像这一首诗，我其实它是一个岛屿的概念，就是岛屿的概念，然后就我的语言，它是一座丛林。好，我是要这样子表达这个部分哈。那因为抽象画啊，刚好去年深夜上开始好，去年10月开始学绘画。那绘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好，那我经常说讲，你有没有绘画基础？那发该写实一下就给你找到，缺点很多哈，缺陷很多。比如说讲你是发抽象画啊，刚开始发时节哈，比如讲叶珊你就很快乐。快快乐乐的想画什么就画，带着想法画。我说老师，我没有想法，我脑筋一片空白。好，脑筋一片空白，第二发嘛该。好，所以后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绘画的书籍。好，就是从所有的野兽派啦，那些所有的现实的、写实的，全部开始全部看过以后，我的脑子就开了。我开了，我就想一个，我们在讲说抽象化的事情，所以让你把它摧毁、再生、重建。对不对哈？一直要去做这个动作，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具象去打破它。啊，对于一个张学发言，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你根本唔低，嘛个很多把它摧毁、再造、重建，你根本唔低。我知道这个名词的意义，可是你真嘅要用到绘画，你真嘅唔要做，好唔要做。所以这段路我还没行清楚哈，就是说你每天要去上课的时间，有一半我就突然就开悟。我就讲说抽象的东西，以文字来讲嘛，该是抽象的东西，孤独是嘛，寂寞，对不对？哈，辽阔，好，空间，哦，这个都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哈，或是你讲说，很多名词都可以，深邃也是嘛，对不对？哈，痛苦也是嘛，快乐也是嘛，那你怎么去用一个绘画去表示它？哦，俩发掉种腐的时节哈，迄该用时来多去大陆回来。那我去大陆的时候感触很深，说政治的问题没谈，好，我都不谈的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文学的活动去的，可是你送到机场啥时间？机场啥时机说让讲两岸的问题，请等你拿哦，就是让讲这个问题，然后你就觉得就说台湾很小，好，然后对岸一直在强大。我一个诗人去到那边去收伏击之力，然后你就要收到他们光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可能他对你的讲话的口气就不是很友善。哦，那这一幅画呢，我就写一个用岛屿的概念写的一个岛屿，就是岛上发生的语言的语哈，所以应该底部就有用啥，哈，丛林，哈，就是一个你的脑部里面想的部分。好，所以我后面这个有写的一首诗叫做《岛屿》，就是取它跟一个我们台湾一个岛屿是同音，只是那个语字变成语言的语，对，按用语发出来耶。对，那我自己画好的时候，我觉得，像树的部分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景象哈，最主要是这个部分，还有这一个头部的这个部分。好，那因为我那时候还蛮会调色，好，我其实一般就是说，你光发马的抽象画，我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讲，我先来构图，我没有这样子。我大概讲，我的前一半是上帝画的，中马用讲你嘛，那大概颜色调好以后，我就乱播以后，第二天早上按用 V 过了，按用 V 过了，快有编码改。有时候你第一天看不出来，第二天会看得出来，像那2张脸，哦，我就是后面几天才发觉，这怎么有2个人头？我就开始故事就来了。就加2张木珠，比如说编2张脸都可以用啥对发，所以你的故事很快诗就出来了。对，我是会这样子绘画的。老师讲到两3年的对话，涂在这土地包呀，我就想到一些下诗歌的时个啊，当多时个其实你这个同那地包有2则上音、3则上音，这个一堆讲法，因为这种对话的这个对象有时个就像这种一种年老声音也好，记忆也好，一种对话，就是个就像个抄偶诗，然后给树行个玩偶的这种关系安样。所以其实创作者当中先个是涂安样一只点当买去想，就讲作为一只作者或者诗人，书行比方说行动行有量艺术，
量技术全部拿的呢，无可用的人偶，用人偶来对话那件事情，其实老创作的本质其实有当这边来关键。所以啊，刚有当到给老师讲哦，就是因为7月是个 Q 拉个青年的时间，老师会用一种方式，让自己过生的妈妈、过生的先生哦，用一种当特别的方式来沟通，变成一个视角。这点还是想了解，就讲对于老师来讲，过去的记忆和过家人的件事情，还没为了当重要的创作的一种命题，外边都讲当重要的。他不会写很多哈，不会写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像来7月哈，你会发现我脸书念一手在发都是鬼月，7月第几天，7月第几天。我第一个是实验，我实验读者可以对同一个系列的文字，它的耐受力有多强。差不多都75年，所以有你让他讲，我受不了了。他会认为就是说，你用我2件事情喊不出来，他以为你是因为丧夫这件事情你走不出来。可是我跟他讲说不是，我说第一个他是创作，所以他写的并不是纯粹我内心的部分，他是一个整个所有的人都可能会碰到的，他可能也有假想的部分。也有可能是我创作虚拟的部分有梦的部分会占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说，你透过这个部分，我认为它对于我来讲，就是说疗愈的过程，你讲丧夫可能要6年，可能要4年，你才会行得出来按没按多时间。大概讲，你不能沉浸在那悲伤里面很久。所以我讲你要治疗法都洪水治疗法。洪水。你做太水的意思？你是借着诗歌整个月都在发，所以就跟那洪水减肥法一样嘛要减肥，还想要是猪肉还是滚也是猪肉，石头姜就是那种这样。那后来我也觉得，就是说我7月写完以后，我到写完的最后一天，我就把我先生的遗照书起来了。不走出来，你不愿意走出来，你就永远走不出来所以这位该一段时间，你没办法承受那个剥离。人跟人亲着那个玻璃亲干苦，那是还好说前1年妈妈过身，我妈妈过身，我才是知道说人有死亡，陪伴 MD 呢，那都讲死亡好像是别人家的事情。经验，结果后来发觉的时候说，哇，原来他近在咫尺，而且都是你很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因为生活上大家很近，然后他突然走掉以后，你就觉得，怎么那一块空了？真的有走吗？所以有一段时间大把老眼公公。因为我每天要出门的时候，我还他房间门给他打开，老公，我今天要去哪里开会？老公，我今天要干什么？可能几点回来？当作他还在，就是说用那种方式去慰藉自己，那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非常不健康的。所以后来我就用7月借着写诗这个部分，我就跟他讲说，这是我一个疗愈的过程，我要求自己用这个洪水疗伤法，30天我要把自己康复，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那结果我是觉得效果很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很多脸书上很多丧偶的人，他们一直在悲伤里面走不出来他们有的跟我讲说，他先生走掉以后，他抱着那个先生的棉被衣服一直闻了5年，走不出来那后来就看了我的诗以后，他觉得他也走出来了。我就觉得说，他有一个蛮大的力量，就是说诗歌这个力量，我不担心透过一个诗歌，讲不看到你的缺陷、你的不完美、你的懦弱。你的软弱，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你是人，你知道吗？我不一定就说你给你不看呢，我就是给你看我很完美的一面，我不要这个样子。我希望就说你看到我就是有这么多的缺点，有这么多的弱点，我也会懦弱，我也会哭，我也会害怕，我也会恐慌。我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讲到发案还没空用，刚开始发，一开始画，我就是发给整都脸书上贴所以有发过一首美味，发出来是美味甜用的脚，吐的梅。那我也一样写诗，还是讲后面我就附记说，这只猫都没有抗议。这只猫没有抗议，我觉得那个跟人也是人要反省的地方，你知道吗？你听到我讲，我要求你，比如你拍我就希望你把我拍得很漂亮。可是猫你把它画得这么丑，它都不说话。就是关键，你看猫的格局比人还大，对不对坐火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坐火车，坐一个区间车，区间车会去让那个自强号，
我们就说我们是乘区间车去学做人的道理，谦让。那讲来说不能喊，我在旁边等你先过。我就觉得从生活之中去学很多人生的智慧，哦，就说这个智慧也可能是因为我到这个年纪才突然豁然开朗的啦，要不然以前是没有的。对，其实一定要感谢叶莎老师哦，愿意啦你分享的团样一种感觉因为对我来讲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在生命当中当重要的人事物变化的时间，其实就会给创作这件事情当有可能发生动态变化的一个时间啦。像今年像多叶莎老师来你节目里边来谈一件事情，我感觉其实叶莎老师是一个从人生的下半场佢潛到一隻新的人生的一種那個交通車吧，新的一種茶一樣的載等佢再個往前行。當然咧，當路當中有多多人生當然去面對的生死、生老嘅死亡的一件事情。不過你因為老師抽到兩邊很多詩歌的茶當中。所以佢將會用設計的方式，用一台茶去轉發佢嘅方向盤行到一條新的路當中去，然後佢就慢慢地使到佢設計新的個路當中去。想佢俾先會祝老大家分享一下，有一點點詩意那樣一種意象的描述，來回饋到葉莎老師嘅身上邊。今日謝謝葉莎老師來到你安平風華節目，老太家講按到按成的一個過年的事情，謝謝葉莎老師。謝謝立峰，謝謝大家。我希望老師這個慢慢的下來，慢慢的發出，慢慢的翕相那樣。有時候你下當創意點就講，其實老齡化沙飛來其實藝術史歌對葉莎來講。就會像一輛重新打造的人生的計程車，佢開始自家做司機，開到人生的哪一段長路當中，那個車檔上得那多當中的數位，還有佢度光圈快門拍下來的各種風景，除了計程車的擋風玻璃當中，佢用視覺。畫出一幅又一幅的畫，各種畫裡邊只有2-3人都會對話，其他都講話的聲音，就像讀嘅念頭，一束還沒發生的時光。